經好難㗎啦。女神經唔教你嘢，只陪你睇清楚個世界係點樣運作，人應該點樣自處。有時好好笑㗎，有時又流淚線，唔正常。因為呢個女人會講出你藏喺心底嘅真話。Melody 女神經龍文文首播星期1至5朝早11點，重播下晝5點。想要一次過聽齊5集，星期6朝早11點完整重溫，或者 download Melody App 隨時收聽。它的旋律是時間無法抹去的記憶。Melody 我係梁文。他的歌聲永遠是不老的傳說。Melody 我是蔡琴。音樂陪伴我們的每個日常。Melody 我是光良。Melody 強大好歌，強大資訊。Melody 資訊地帶是由 Perodua 為你送上 Guaranteed Trust by your side， 全新 Perodua Trust 簡約實用的 SUV， 陪你每個日常，讓佳節旅程更有意義。立即到 Perodua 展銷廳試駕。Hello， 你好，我係力運用書位電影愛好者要注意啦噃！4月4號星期六下晝3點喺 GNBB 3樓大醬生活有一場名為《為電影發聲：當理想遇見現實》嘅深度分享會，主講人係將馬來西亞電影帶到國際舞台嘅 Joanne 哥，佢亦都係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嘅創辦人，由策劃演唱會到成立電影製作公司，佢將會分享10年裏面嘅實戰經驗，由電影節幕後理想與商業嘅衝突，到俾年輕文化工作者建議等等。報名費10 ringgit， 亦都含有10 ringgit 嘅購書現金券，名額有限。想了解馬來西亞電影如何被世界看見，就唔好錯過啦！欲知更多詳情，請關注 mentor.life 嘅 IG 或瀏覽 melody.my 點擊資訊地帶。每個歡慶、共享與祝福的時刻，都蘊含着開齋節真正的意義。願佳節拉近彼此的情誼。Perodua 祝你開齋節快樂！這個佳節選用 Perodua Genuine Oil 為你的引擎提供專業保護和極致性能。馬上到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下載 Melody App， 隨時收聽經典好歌和強大資訊。今天也是2个人啦，怎么没有车了？